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安早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5月16拜六早晨的客家清新闻，我是陈彦祖。当日的早晨9点半，客家清新闻都为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相关消息。今日呢，就是拜六夜呢，看起来呢，我杯天时还算是以后。假使呢，乡亲朋友有想要利用一个拜六礼拜去内留了发通，都会把握夜今日的好天时的。现在呢，气象局都会动作差不多11点半的时间，就会针对今年第一号风灾来发布一个快送风灾警报的。一个风灾呢，按算呢，差不多呢，会喺下礼拜1的时间，先接近台湾。到时间呢，会对台湾的东北部地区，韩国有东北部地区会带来雨量。到时间呢，对下礼拜1起时呢，东北部地区天时会有寒啊太变化。然后呢，都会下礼拜2的时间，一个梅雨方面又会多来嘅。故说呢，对一个气象局网站呢，当过来看到呢，所以看到呢，也其实呢，拜六拜日各天呢，全台湾各天都会顺利调为好天时。不过呢，差不多呢，都会一个下礼拜2过后，全台湾都会开始落雨嘅。亚今年呢，天时有看见地位差不多呢，高温会来到32到34度边呢。提醒大家，假使有想要出去留了发通，都会记得为做好防晒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再过来关心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了。左边呢，台湾还係無確診，故狀呢已經連登係半夜台灣都冇新增加一個確診個案呢。指揮中心嘅左邊呢係啲一個記者會嘅現場呢，用嘅8例來慶祝哦。大家呢聽到一個消息係真驚動歡喜。故狀呢一下呢，其實呢記者會嘅現場，大家討論呢唔係疫情，大家呢儘管是咪就講。到底內容是為開始來解封哦，所以講呢，一下先前呢針對防疫呢，故所從係交通措施啊、運通從事還有公共空間都提出同到位防疫措施，也呢都已經開始為討論為來並用哦。像啲籌備嘅時節，交通部啲草案部就發出嚟新聞稿同大家講，就會講呢，一下呢現在關於疫情已經有卡分呢，故所交通部係按照為本週3階段來針對台中運輸工具，先主要呢就係講高鐵同台鐵會開始來並用嘅，對下站嘅其實就做嚟開放本大家呢來食東西，也係蘋果日報帶來嘅報道，係講呢都係下站嘅。下年昨日，呢就係第6月底時節，5月節連休假期又會到來嘅，到時間呢會取消一下呢，總定賣期票嘅相關嘅限制哦。韓國呢從一個實名制一下呢會改做4年制，為來保護大家運輸嘅針對並用一部分呢，一下呢指揮中心韓國有相關部分按上用來做來看呢新聞報道。關於第200連續8日連確診，未係第33日無武漢肺炎本土個案，全台灣確診人數維持442。之前指揮中心記者會作項特別擺了8樓慶祝，希望民眾同生活都繼續做好防疫。8樂嘛，8個樂哈，我們都是8天來大家都很樂哈。那怎麼樣能夠例行防疫的新生活哈，讓我們這個樂可以哈持續的增加。關於日前就較偏火，各種嘅措施未慢慢變用，針對傳染文化電檢發通係用實名制，可能小氣改制問題。指揮官陳時中講，實名制嘅意思係希望成人是聯絡得到，所以下次排會用實名制來規劃，而顧到改制保護同一條需求。我們需要是能夠及時聯絡得上，所以有一點希望把它改成這樣，好像名稱改成所謂的實聯制了哈，實際可以聯絡到。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規劃。另外，外國關心呢是邊境世界檢係咪社會恢復外國流量呢？指揮官陳時中強調，國際疫情還唔穩定，唔敢輕踩開放邊境，但是會積極思考讓選開放有限度嘅疫苗發通。作為部分經濟產能已經慢慢是滿足關於醫療同民生需求，民眾嘅部分還係維持實名制來賣。長長部分靠例如做化金融、改做天然金融，全嘅部分拿行外銷，兩萬經濟鋪同財經鋪頭規劃。記者賴淑文將兩項台北報道。其實呢對上個禮拜咪就係對5月初8起時呢，按中法之邦係全國清閒來開放哦，就是開放本民眾入場。到籌備嘅時間呢，有幾件宣布哦，呢啲。
运通场馆都空啊，给大家去看野球的时节，给人数限制做嚟提高到2300人。韩国嚟睇下呢，一下呢咪做哋呢啲比赛场馆都空来适当时嘅，给睇下呢都建啲想讲其他限制内容是将會來解放咯。交通部呢，據籌備嘅時間呢，就會同大家來講到一下呢相關呢台中運輸工具會本做2集團來實施。第一集團呢就會對下週年處以實施，也就會對6年處以實施。假使呢民眾呢抵觸台中運輸工具嘅時節，要保持相關呢社交安全距離，做人呢簽時呢留最尾拿下來試東西。如果呢大家要記得，啲東西實體呢就要記得這個留最尾這個來帶起來，也係第一集團嘅標用。對第二集團呢，其主要呢就係講，對半年處以實施，佢從係規例嘅補充呢安心理由就會開始來實施嘅，佢從係高鐵韓國有台鐵，做定呢啲冇社交距離嘅相關限制下，大家呢就做得唔是來帶最尾，也係會等到半年嘅時間。韓國呢都係4年嘅時間，就做定呢悄悄嘅來標用嘅，從係國際離下來台灣、韓國有軍人出國嘅相關限制。而家呢交通部針對23名集團來開始討論，話用嘅呢針對台中運輸工具韓國有民眾出國相關嘅限制來標用。一部分呢其實呢都還係啲討論當中，還係有可能會看關於疫情變化，韓國有指揮中心，因為講話用來調整，用來標用掌握好，嗰種一部分可能呢還係會有變化。如果呢民眾呢還係我記得其實呢一段時間還算係防疫期間咯，睇下呢做定呢還係配合指揮中心嘅防疫行政快運通，最講睇下呢標下強鬆地位，亦都防護措施我記得做好按用就好嘅。後生人呢，我再過來看到其他有關標用嘅措施，還有講到將係最嘅一部分呢。最講呢，其實也建議呢，有地方政府呢都堅決討論講，也呢其實唔是呢民眾隨時呢都係帶定最嘅，將係有民眾呢就反映講，像也天時正見按年，假使呢為上課啊，還講從台中運輸工具時節，我背天時按年，亦係最嘅是才係東南帶冇辦法來帶定咯。嗰種一部分其實呢是咪是種好容易啲籌備時節，就有同大家講嘅，假使呢地方外有相關嘅人數限制，而冇按到嘅時節。嘅假使呢，戶外呢咪卡通風空間，嘅假使大家要保持社交安全距離，就做得唔是來帶罪咩，來看好容易而係因為講呢。針對新北市下一步基建方案，市長侯友宜宣布，除咗教員以外，戶外場館用500人以下做原則。身體康健嘅人，電腦不發通唔是帶罪嘅咩？本大家電腦不發通嘅下，唔是受安全嘅問題。確保社交距離在戶外。我們可以不用戴口罩，不過人數還是要在500人以下的控制。侯友宜強調，教員一下90啲都攞波還係要帶責任嘅。各位台北市第18議事，地方北區處省內場館發通同課程嘅運作，還個提供場館住家。唔過彼此省內53人以下，責任嘅沒有帶等。18號的時候會開放8個局處15個場館，只要不用共餐，50人以下，然後實名制，我們就予開放。黃珊珊強調，韓國疫情再個起起來，台灣還係要強心，提醒民眾去各區處場館，外帶證件，裝作的抗疫成分。台北市嘅房酒店有時間表模，黃珊珊講，可分在希望講樣來做，中樣來做。台北市嘅酒店無堂數量比其他縣市多，要考慮台北市政府嘅監督量能，基建下公文去中央門呢，希望中央做得提供具體嘅做法。記者邱福才、陳凱婷、車真林台北報道。你唔能講呢係容易，而係表示講其實呢啲戶外500人以下，韓國你大家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嘅時節，都做得呢唔是來帶罪咩？韓國你指揮中心啲籌備時節呢，沒有公布一類同罪咩相關措施。最講呢整一下呢，停電關於嘅罪咩產量已經漸漸嘅提升起來嘅，韓國關於以前咩開始看起來呢已經有卡跌咧。故種呢相關罪咩經理呢就考慮愛來標用嘅，或用聽額來整用嘅方式。而家呢政府呢其實呢針對所有生產罪咩場所呢，其實用所有第一條生產嘅罪咩都係做錢來整用。而家呢考慮到其實呢佢嘅防疫物資，韓國有從真皮物資都已經漸漸嘅有來，故種呢
下来呢，指挥中心就按算要用天量就一天数量的方式来整用，跟其他生产出来嘅最咩，从一下呢规律其实一年差唔多生产有1800万张嘅最咩，跟其他按度最咩嘅厂商呢都做嚟自家来计天，可能呢可以为啲规律来卖，还系为外销。古种呢都是前呢规律贵嘅最咩产量会提升起来，民众呢为买最咩做卡啲片呢，就唔是呢一下呢再个用实名制来买嘅。如果呢一部分都係為內容市場為來解封咯，來解除咯，其實呢指揮中心、指揮官陳時中佢就講，其實動搖，如果一部分都係內容是為來實施海外這個來討論。好，因下來呢，再過來看到一個呢係中國時報佢帶來嘅消息，仲喺呢家下呢有講到，仲係運通相關啊，中華職棒佢係解封嘅，係講呢台中運輸公司未考慮為解封嘅連最咪都解封咯，而呢有關嘅酒店內容是將會解封咯，其實呢有動到入閘都啲門咯，先前呢指揮中心就同大家講，就講。假使入閘有批核，到相關的防疫措施做好來，喺經過地方政府的評估過後，就做得來解封嘅。唔過呢，一下呢係冇地方政府呢跟同一條入閘來掛保證咯，故所呢一下相關的酒店都係係總得呢來做生意嘅。而呢有動到嘅酒店入閘嘅就講，幾十年來都冇生意，嘅連覆水都強會拿唔出來嘅，啲成分實在捱唔下去，到底政府呢用時將會來解封咯。其實呢，仲係台北市政府啊，本來係按算第廿年2025就會針對八大行業愛來解封哦。唔過呢，一部分其實係愛等到台北市種可穩者解天過後，將做得來實施。而呢，其實前幾年第一個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就針對酒店解封嘅問題呢，同大家來講到。而呢講飛係表示講，願意配合政策呢，用實名制同所有人客登記起來做好防疫，希望呢做到嘅本家條來做生意。唔過呢，台北市政府家條考慮到嘅前提問題，前主要就係講，而呢台北市政府更要按到嘅人力來配合，以來做檢查，韓國去看一檔入閘要好好做好防疫措施咯。一部分呢，其實呢，台北市政府係係動手利用。古時呢，都帶嚟酒店內容是將會來解封咯，其實呢，地方政府同入閘係係為這個進一步來討論咯。好，一個係中國時報佢帶來嘅消息，然後呢下半呢還有一類咩同大家呢親有關係呢？最講呢，其實呢台灣對標出疫情都見呢，其實前一波嘅大家呢都堅關心講，最講近邊都帶有新增加確診案例冇，大家呢按呢堅關心有關疫情嘅消息，其實呢大家探究嘅心情就會當嚴重咯。嗰種呢，衛福部咩提醒大家，其實呢啲防疫期間唔但想係身體要注意，嘅種心理空間像係情緒一條，咪係要來注意嘅。加上呢民眾呢會知道講，新冠條啊有啲會復活，韓國呢可能呢會受力，會知道緊張會有壓力，就要注意自己心理空間呢。嗰種呢，一啲衛福部其實呢又推出一類像係自信嘅即時通，亦係一類相關呢像係大嘴股嘅軟體哦，希望呢。同大家實施到講，嘅新冠病毒有啲位受護嘅時間呢，做咗嚟去蛋糕來止損咯。係講呢，從喺廿幾年，衛福部沒有推出一類防疫新生快運通，一類新呢就係心情嘅心，提倡呢大家呢都係好好來注意下一步嘅呢心理空間。其中其實呢唔但想係看防疫嘅相關嘅新聞報道，看到都會緊張哦。從喺廿幾年，其實呢，因為民眾受到疫情影響嘅經濟可能都出問題，大部分呢咪可能呢對民眾嘅心理造成壓力。嗰種呢就係講，希望呢大家啲防疫期間還係要去，假使真見心理有出問題，要治好去前面來聽數，要好好嚟面對新冠條度嘅相關情緒問題，一部分咪提醒大家要來注意。我再講啦，呢因為來看到一類係國際方面嘅消息，也係自由時報佢帶來嘅報道。其實呢，對於中國對去年代表出疫情都見到一下呢，其實全世界疫情前嚴重狀態就係啲美國咧。美國呢一下確診人數已經來到147萬人殺人，係講呢死亡人數未超過30萬殺人。佢針對安樣問題，疫情案例開，故從呢美國一下呢就會開始來追究責任嘅。而你嚟講，其實呢中國啲亞層疫情嘅當中呢，有一條暗抗疫情嘅相關情形。韓國呢有一個世界衛生組織，佢們有管理唔得當。
就同大家讲，其實呢，仲係日疫情啊，每年西半年韓國呢，一下呢咩我到全世界大流行，今年裡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其實呢冇好好做到相關的指引。故此呢，美國拍片方面，今日呢就由自家來做出嚟一份調查，請假下個禮拜就會來公布嘅。一份報告當中呢，前主要呢會講到哪一條內容，最講呢除了先前呢有講到講中國有暗抗疫情的部分，一部分呢其實呢美國呢係堅批評中國了。韓國呢也建議清醒講出來就係講，中國這邊呢有自家條條嘅老偏頭嘅相關嘅根本老技術費貼，嘅係唔係為暗抗馬介諾也係呢美國咩動向一啲。故此呢，也下呢美國就去加做一份調查，一份相關的調查，請假下個禮拜就會來公布嘅。佢地圖呢可能還會講到乜嘅內容咯？佢地圖可能還會講到講，中國一下呢確診人數係差唔多來到嘅8萬人哩。唔過美國這邊認為講，中國根本就冇好好嘅老實講，佢認為講中國至少暗抗嘅有64萬人哩嘅病例，也係對佢嘅睇數據來看，也對各省來進行相關嘅檢查試檢。韓國有愛配合自家檢疫、自家隔離民眾等個嘅數據來推廣，中國至少呢一個確診人數冇可能係廿8萬人哩，至少呢還會再個增加64萬人哩。而家呢美國同中國呢現在疫情其實上係真係有年年起來嘅，一部分呢疫情唔單止係呢係影響全世界空間，其實呢對全世界國際關係呢有造成動態嘅影響。以上呢，就按金比同大家來整理相關的疫情重點。有關關於前線的疫情發展，請鄉親朋友繼續來收聽下晝2點同大家帶來的客家新新聞。客家新新聞，客家 Live， 本唔清醒的疫情資訊。我係陳彥祖，我係許麗婷。當日早上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。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，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清醒發展。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、網站、Facebook 和 Telegram，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。